几种眼吃啊87， ？84。那你的师傅还需要介绍吗？多2岁的介绍一下。好，抢说。果然，一来就得罪民族节啊！排队。阿志师傅各方面都赢你，颜值哈当然赢，哈嘎巴那样当然哈，厨艺也赢。刚好制作人你们有都偏宠，制作人可以封杀一下吗？你来当我们的主持人之后，哎呦，主持人妈做的呢。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。连工作人员都拍手，怎么会这样？那等一下我可以多吃一点吗？弟弟一起串的哈。新一届的主持人分享小智，太感好。都要主客一杆直住。怎么样？第一次来看到姐姐做菜这个模样，很迷人，很迷哦，人，不谢谢。错不错，渐入佳境。这潜规则。哎呦，看起来好漂亮哦！佩服我自己，你看有没有像是恋爱的感觉？萌姐说几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同歡喜來到龍潭，哦，意外嗯，還可以有新朋友，哦，這邊歡喜小鮮肉，有凍後上，而且你們一開始就現在人係強吹，好好的小解一下。來歡迎到嘅係林生之林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你確定你係客家人嗎？我係客家人你係韓國人？媽做兩樣工。真的假的？沒啦。哦，懂很有長哎嘿，那你的師傅還需要介紹嗎？多2歲的介紹一下。各位看一下，李吉龍李師傅，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他是18歲又多200多個月。 200多個月。哎，跟這師傅幾種眼吃啊87， ？84。你窮好小了。小我一點點而已。你大概83嘛，我82啊，賭博啊。對對對。哦，好會做人啊哦。，今年永偉安侯啊，就是第2季來到我都個節目。對啊你。的專長是什麼？我嘅專長係做齋嘅料理。真嘅嘿，他是吃素的嘿吃素的，啊，那你是吃？我是吃荤的。对啊，冻皮哈。啊，那个听說之前哈，這個不是第一次的節目經驗，之前遇到其他的時候才人黑嗎媽就啊，就是網絡電視啊，一些YouTuber。？YouTuber，對。你也 YouTuber，他很適合哎，苗峰哎哦，他比你適合哎。你訂閱者該不會比我多？冇千度啦，好啦， 2冇萬你按度啦。今天好好表現一下好，。做得冇問對，題。好啦，來分享到叫咩潛水站，之前分享到風水喺表姊妹，要整支流水牛字分享，放呀，好可愛哦，而且人家媽媽叫名的哦，哎呦，牛真的神，也是哦。牛神，就全部都長輩做出哦，阿來用。動親切的吼。係啊，哦，好，然後放樣都係咱水吼種梅子，然後種秘籍，分享。放樣。哇，事業講什麼耶？一嘿啊看那度就表示講龍潭就係特產就是講什麼耶？來想哦，兩片啊，講什麼字嘛呀？還有一個東西，魯冰花，大家去談過嗎？有。也今年的呢，特別都會推出一個魯冰花季的時節，一個魯冰花季，應該都有參加冇？有一個，有獎冇？簽獎。好，當年呢，那時節咧，差唔多過成3、4年嚟㗎。 3、4月份嚟㗎，配合一個客家文化嘅關係。哦古時將會留記按做一個客家嘅媽媽嘅法。不過呢，其實到龍潭嘅特別，除了魯冰花以外，還有幾道啦，像龍潭太子啊。對。當然會唱流傳啊，客家人特別也有一個靈潭節，靈潭節係咪懂鬧呢？靈潭節有嗎？很多，就很多好食的料理這樣。咁嗰個大大今年有做嘅料理，攞倆都有有關係冇？來看啦，馬上來看啦。好，倆係大概嚟本大家看一下，今年有做嘅料理係嘛計咯？哦，包袖，哦，它有2種哦。對，哎，我覺得這有一個笑話來兄弟，嘛計就是呢，玉米的玉，客家翻有一個肉玉米的米，米那玉米叫做肉米。包袖啦。好啦，來分享到包袖嘅達人，分享到嘅係陳書變陳太狗，薯皮哥，哦，來，掌聲不夠大，撞上來咯！哇，太狗，也個都桃園菜地嘅包袖這麼有名的，甜好吃，甜好食，
简单，就按钮，奇怪甜又好吃甜又好吃。啊。你看你几个种的吗？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因为俺爸爸因为俺懂好是保修，他有种，可是呢，真言都难中，因为保修啊，还讲某些用的吧，葱的显色的，唔會，不会吗？因為講出門口睇啦。哦，叫我留在本人我留掉本意啦。好，这么像客家人哦，就是友善耕作，友善耕作。那今日帶來嘛該？我不用糯米種係啦，該黃魚冇 Q 用誒。冇空裝。哦，來看啊。像個糯米咯，日本嘅報銷哈，種起來又嘛個冇用嚟嘅風險嗎？有一種是下甜嘛，又 Q 啦，啊，有一種是煮湯喺度啊，那種嘅細節咧，種嘅風險全強咯。風險將重量啊。啊，今年帶來係，可以啊。好。哇！來，睇下直接來試試看啊。有水煮嘅哈。水煮。很 Q 甜。冬天咩？冇食過嘅糯米嘅報銷食起來撈嘅水果報銷強濃香呢。真勁好食。水果係甜嘛，然後是冬天更甜哦。更甜，這個是 Q 啊，這個夠甜了。好吃哦。一般都外邊買嘅糯米的報銷吼，它吃起來就是淡淡無味，只有 QQ，不過涼。很甜。這個很甜。黑公你好吃保修，巴斯多亞菜體嘅保修，你會戀愛。紅什麼？我覺得唔會講會咯。冬天唔是冬天，唔講係啷講一件事，用細節咧。哦。含120幾太條嘅哦。他們講係唔是。該2條手半二。好啦，今日陳太狗帶了暗甜暗好吃保修，等一下馬上就拿呀好吃的保修，所以聽好聽，趕來挑戰嘍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日要做呀甜蜜蜜嘅保修，我心情動跳。可是你上到保修就上到保修，落配的湯。上講你上到乜嘅肉保修米咧？排骨湯都在這邊嘛料理呢。先來談下風吹帶來係嗎？保修重辦哦，高級的重辦係嗎？重辦對。唔怕，探看一下咱最近我做嘅料理係保修人炒蝦仁，大家當上嘅是蝦仁吼，整嘅咪當好食咯。談起來都懂貼片咧吼，大家有心情冇？有心情冇？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咯，搶開始。好，馬上就來風吹看嘍。那是在捏什麼？香菇，香菇。哦，有蒸汽，平常時你喺做乜條路誒？我本身不卡喺做水塔嘅。真的水塔條緊喲。而且挺凍冇汗吼。凍冇汗。平常時還有煮菜嗎？哦喲。哦，還要分時間出來，你是時間管理者咯。圈內來。水牛記咧，協會的理事長。哦，乜嘅協會咧？瑞隆傳藝文化推廣協會。啊，文化嗰啲啦。哦，傳統嘅。中亞你就唔知，因為你比較冇文化。我比較新潮，來動流行啦，來些啦。他是沒有文化。哦，哎阿姐，嘿，你哋要切怎麼個就那個切那個切蛋鵝啊哈？係啊，為什麼要切那麼小個啊？撈玉米搭配。你看我們玉珍姐切就底耶，切到給油哎。剛才想講你切那麼小，直接去買人家那個冷凍浪桶哎，沒是做對嘞。誠意。我習慣自己切比較新鮮。哦，誒，成個你看了。好，就起來用，等下都做了哈。兩位講太極，讓他主動用板。哦，你要處理蝦仁哈。蝦仁來切。怎麼個切幾段咗？因為要調太。哦，他嫌自己的蝦子太大隻了。咁比下嘅保修嘅一粒粒嘅太細對。哦，然後他等一下還會縮一點點。冇差聽到啦。俺就保修炒嘅蝦仁怎麼個給它用出來啊？灰色。哦，那這個是什麼？番薯。還有滷番薯哎。你要用鹽巴是嗎？番薯等一下會破果嗎？沒有，不用哈。蝦仁怎麼個會洗果啊？跟火鍋都係洗果。當會被洗嘅。
啊無叫水落要沙沙，哦，要開三蚊嚟做錯嘅。哎，对哈，对，哦，你是法拉比波可是海产小王子，除過那個長泥了，還會洗過。你除過以後，其實係會有一些垃圾啊，以為冇嘅啊，所以還要洗過一道。哦，生意牙素哦，生意，不是這樣，我借你小用切下咯呀。我可以搞幾嘛？哎，对你幫他們一下。哎，安尼切到對咧。哇，出事天上來。安尼變得有嘛？一萬多喲。就看唔會切到。哦。講安尼以後你可以安尼，做唔出安口，有嘛？安尼就較方便。哎，有咩好叫？填包燒安尼行有嘛？一切到一邊平嘢，填包燒安尼勁行。哦，哎，問一下梅靜姐，應該下切個飯酥哦，等一下會做乜個用哎？那個是等一下要怎麼處理的？就一起炒啊，炒香。炒熟嘞，對，不用炸是不是？不用。講到一個包燒啊，是小朋友的最愛。對。因為之前係有做阿婆嘛。做阿太咯。做阿太啊！你進度這麼快，太快！我做阿太咯，真的啊。不公平，搶分數。果然。一來就得罪民族節啊！排隊。阿志師傅各方面都贏你，顏值哈，當然贏，哈嘎發飛揚，當然廚藝也贏。剛好製作人裡面有都偏寵，製作人可以封殺一下嗎？我加針，我加米酒嗎？50哦。對，跟米酒會味道冇同樣。哦，你們是要做什麼的味道啊？這樣你吃就知道了。哦，他告訴我了，這個秘密啊，秘密武器。好，等一下湯都蒸來哈。好。宋朋友，哎呦，阿娘要上到報銷，哪裡炒個宋朋友啊？宋朋友吼，佢嘅肉下好食的，佢很軟脆，鱸魚架吼做得實很軟。後生嘅冇乜嘅真係，後生講鱸魚架好食的話，就很軟好。而且他們做這個料理最適合風帆式的。對。客家人的菜好像都很下飯。不過像兩套菜哦，我不看沒肉做不過是加絞肉、絞肉。做得啦。那你們是自己切？要這個切的係啊。切一丁一丁這樣。切的係公呢，絞肉係嘅。不要再爆你媽媽的料。我們是那種就是大一炒。應該還係唔係又切個蛇內瓜？蛇內瓜。對不對？我們拿給大家看好不好？你們切的很厲害呢。還有金仔會水。這擺盤的啦。擺盤的啦。擺盤的，擺飾。哎呦。啊，做乜個進水啊？佢含會定型。他們啱藏起來啦，他們啱藏起來。化妝師的話都是這樣，看看都按你，有冇啦？等下怎麼解？到你炒啦吼。白嘅香菇係啊。好啦，佢就準備兩地嘅送朋友，咁個是就一地哦。係啊。哦，你怕爛食啦，你也怕爛食。哦，他怪我們的盤子太小了。我們有大盤子。要睇盤嗰日，咱準備好誒。你盤得太細啊。該講挺細。我們可以真的這個掉包過吹氣啊。哎，你們的香菇有沒有安附啊？嘅香菇乾啊，香菇乾啊。炸味啦，炸味香菇啊。先必白香。對，而且必白香。豆香啊，香味又出來。對。跟人家看到差唔多，沒有先過你嗰邊看啊。好。等一下是要見證奇蹟的時刻嗎？誒，好少都炒定嘅，都切定嚟啊。嘿。飯酥姐聽過翕過啦。它裡面才會嫩那種。才會熟啊。你睇飯酥佢。係先解下，唔會煮啊麵誒，飯酥啊，冇煮條麵。那麵它就會散掉藍黑嘞，口感都冇咁好啦。哦。哇！你家要勾芡冇啊？唔是誒，勾芡它的味道就不一樣，好嗎？做乜個上到做啲加飯酥啊？飯酥咪甜甜啊，甜味。哦。要做料理乜嘢唱出來？係乜嘢？哦，我也喺條前幾陣嗎？係啊。哇，跟你要做阿婆嘅呢？他做是做阿婆咯，做就做阿婆。他一副那種，這算什麼？這第幾個了？等下下公標落去有最好嘅嗎？可能切到軟，都好軟。下公嘅落去拉兩刀就好味。那你們的乾地什麼時候會標？最後起鑊嘅時間。夾實天嘅。嘿。這個水就會瀝掉，然後瀝黑。我叫佢切到個純一絲絲咧，下公嘅等下一炒。哎，該下哈俊又挑過梅頭嘞吼。
肉，一点点盐巴。这个薄袖哦，给还会有一些韩汁，这家常菜我还蛮期待。等一下看一下食谱编发的料理。我们先去看一下红队吧。哦，啲嘢食得冇食條客。你要佛就辣嗎？哎，有點像外面賣的那種三色豆哎。啊，太多了。香油。香油。亮亮的体面就好哎。對。哎，我看蛋卷坤度牙给我真的可以吃一碗饭。我们这边差唔多稳呢。来，你两水看一下。哦，炒好的啊。哇，有香米耶！哦。哎，这我们在炒香油，下个会落体。可以的。哦，好香哦！哎，刚刚用出来哦，是算画龙点睛哎。赶快倒数了。好，倒数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去了吃这款体管地度，哪一部卡米西看好色嘞？好，体管的拿牙给保守了周边发料理，正营发现到又缺一碗饭。嘿，盘呢？等下学偏豆来续接了哈。暗香银色。大家等下没学甜豆啦，我们留一点点，等一下慢慢吃。风翻身。好，来开始享用我们红队的料理。这个是用宋板牛来做哦。好香，因为我们有煸过香菇。冻甜。然后加上哎琼板煮会发，还有增加口感。因为松板肉本来就比较有弹性，这样。你们是不是还有加一点点副料粉？有。去提味道。感觉就好吃吗？有没有人在吃松板肉的啊？有没有吃鲜内瓜啊？好了，等一下慢慢吃。先来是看咱水做嘅，系就看饭酥的哦，看就哈筋哦。哦，俺就配个饭酥冻天诶，该不会这是传说中台农17号？对，真劲哦哈。防肉的。大盐其实也没懂咖啡。知道样板，然后食，然后是好，又不用番薯，有这种吗？有番薯那甜咩？哇，历史中看使用的学吗？哦对。好，今早时间到了，提前的阿志师傅会本出给带你一家自助地度体票，都带我先本奶煮的抢本不输。果然。一来就得罪民族节啊！排队。唔怕，你下看下李举六李师傅抢本不输。哇！好来，阿志师傅先来公平一下。用多个料理呢，看起来个色泽呢都清厚宽。那我会选择这个蓝队呢，是因为它有加一点地瓜、番薯啊，然后跟着这个薄袖一起煮，它会比较清甜，比较好吃。那后面呢有加一点香菜，那个永吹啦，然后有画龙点睛的效果，我觉得适合一些像是。青叶该甜啊，做点细该料理。对，也可以放冷来吃，都没有。对，就是做起来冻体片啦吼。啊，不过李师傅咧，哎呀，两片的吼，也搭片的拢10分的体片啦，拢有用无控用的方式去炒，无控用的食材去搭配。啊，要现在风吹那边，因为体大家个松板肉炒起来都有嚼劲。啦。啊，再来香菇有炒到有香味。啊，鸦片咩番薯咩10分体片，啊，但是我还现在鸦片小米了口感拢有菇豆，所以我先放。这边记得好像多了一种有煸过的那种煸过的，对。不过两管地度呢，算系两家都会表现到10分了后，各得到1分。三点好了呢，今日又来看一下阿芝师傅呢，替摆了在你的节目当中带来嘛4个料理要搞大家嘞。中葡素卤菜。好。今早的时间到了，今日系阿志师傅呢替摆到节目当中。处女秀表现样给4个料理。我先给你讲一个潜规则。你知道我们做这一行都有潜规则的。哎呦，姐姐你不要这样子。没有，5分钟之内要完成哦。冇问题该。5分钟哦。冇问题该。阿莫啦，今天做个菜苗先讲。菜苗系嘛？黄金素 Q。诉求，是我妈妈诉求。没有。诉求啊。诉求啦。诉求。这个还生成。有这个马铃薯。马铃薯，然后还有这个爆秀，然后还有这个咸菜干。客家经典。对，一定要加一点客家元素在里面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粉啊，我们等下会做一个炸的动作。你要买个粉啊？这个是面粉。面粉，那这个就是面包粉哦。面包粉，对，等下要炸起来会比较酥脆。然后还有这个甜椒啦、芦笋啊，还有姜，
那我们等下做一个爆香。西黑吗？嘿，这是等下炒这个蔬菜。然后不改夫掉夫而已。然后这跟徐师傅偷来的。做的膝盖伐啦。做的膝盖伐。好。OK，西，可惜。好，这个马铃薯呢，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碗里面，然后加一点这个包秀。你刚才是有点。这个咸菜干呢，我们一定要炒过，它比较香。好，让你会否？嘿。海港各位姐姐有问题的发这老大爷讲哦。我加油吗？好，加一点油，加一点油。那我们这有热油要，我们爬。好，一点点，帮我加进来炒。好，我要炒。好，炒之后嘞吗？嘿，做对。你交给张伯坚炒这个。冇问题该。我们好兄弟，mang浪一小改，他是我好朋友的弟弟。那哪是你好兄弟？算吗？做点按有供啦。加2分，他没有算分了。好，继续走。胡椒盐做一个基本调味。啊。好，把它揉成这个成泥的形状。哦。反正做 Q 嘛，然后要把它做成一个泥。好，炒到有香味就把它倒进来了。倒入了。你唔是倒油哦？按做得。哦。都会变嘛该咧。請問吼，cái鹹菜乾做得溫過鹹菜嘛？做得嘛，做得。哦，呢套哪一種嘅較香？鹹菜乾較香啊。哦，你是真的想問還是想考他？冇啦，愛好食是啦。鹹菜乾本身它就有一個鹹味，所以我們在鹽巴的時候，我們加一點就好了。哦。我現在看哦，阿志師傅各方面都贏你，顏值當然贏，好打發內養當然，廚藝也贏。剛好製作人裡面有都獻醜，製作人可以封殺一下嗎？馬上錄取。為什麼都不能來一個後上個什麼種服飾嘞？你死定了！你是說我不會有嗓音嗎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那個就是玉涵姐了啊！沒有。他真的不會講話。哦，寬家。現在還有上個小鮮肉哎，走馬該嘞，這裡面很多澱粉嘛，我們可以加一些蔬菜啊，像是那個蘆筍啊，然後還有這個甜椒一起做一個搭配，均衡一樣。對，然後我會加一點這個 tails， 沒哈卡經典的東西，然後加一點客家元素。那先不用揉一渣嘛？嘿，都得不用揉一渣。等一下蘆筍你們還有切到安用，嗎？那像這種那個它的油啊沒有蓋過去，是等一下我會點過。要一直翻，都得用翻剪渣該方式。你這樣一來之後，我不得不說，所有的男廚師都有壓力了。先問李師傅，佢從頭到尾都冇功法。唔會，你也曾經年輕過，你年輕過啊？你看走在過去搶機來走，你也挺熟哎。對你別。對啊，面子很大呢。啊，你青苔啊。好，把它切末。哦。結婚嘛？沒啦。那你對小騷有什麼期待嗎？沒有期待。哦。就是有沒有需要冠客家妹這個頭銜，有嗎？媽走得啦。走得。他只有說走得呢，你真的不懂潛規則，我真的說。你才不懂吧？你接下來當我們的主持人之後了。哎呦，主持人媽走得呢。大家再見，大家再見。連工作人員都拍手，怎麼會這樣？那等一下我可以多吃一點嗎？最近一起串的哈。新一屆嘅主持人保養小智，大家好，保養主創一家之助。哎呦，看起來好漂亮哦！佩服我自己，你看有沒有像是戀愛的感覺？忙解說底好，倒一點油，然後我們加這個姜馬，把它加進來，然後加一點調絲。哦，調絲，怎麼這麼早就放啊？因為按用炒。已經姜跟梅頭才會出來。然後甜椒。啊，喜莎姐姐款到小鮮肉，講唔出味嘞哦。好，蘆筍加進來。哦，你這個是學李師傅吧？法拉必爆哦。對，法拉必爆。做嘛該有加副誒副調粉，總得加拍嘅副調粉哦。用做得啦，我用副該較香。副該較香。你這樣感覺我覺得要跟你交換位置哦。他長高了。不要！我也享受一下潛規則。加一點點水。現在加水是？按用較夾熟啊。哦，咩降機調鹹係嘛？唔會。咁你創業嘅話要參加比賽冇啊？有呢，我太后參加青島嘅比賽，然後媽就老跟李師傅一起去。哦。誰贏？
李师傅啦。哦，会做人，会做人，你看到没有？不错不错。啊，你可以听一秒哈。那个听一秒，听一秒。哦。啊，你懂潜原规则。来恩怨那个时候就已经结下了。潜规则，潜规则。好，这个蔬菜我们不要炒太熟，这样就好了。哦。哦，你超会抢出来，不是够油就含动金条哎。而且我们刚刚好像没有加很多油哈。对，让它有一个基本该木头。好厉害哦！要是以后我们都只发你，没有发了别的师傅。哎呀，你这样怎么交代？有危险。可以吗？你愿意吗？啊，那我姐姐帮你撇除这个危险，你接下来当我们的主持人之后。哎呦，这就要经过我的同意喽。什么时候？如果我请假的话了，你想总不是要走主持人。主持人吗？做对呢。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。连工作人员都拍手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我要下4字成语，叫做引狼入室，皆大欢喜。加钱的部分啊，给自重你会让你谈。好，做对。对。那等一下我可以多吃一点吗？最近一串的哈。对。好，安永不用该做对，是该罚。像这个不用淋酱吗？不是，安永就做对。哦。哇。哦，俩都。黄金薯条，安永就好食咯。师傅替白做料理，做这都几多分呢？几多分哦？好了，现在给你出题目。做马该一般包熟，无反土做该崩包熟。A. 天粉红量无强用 ，B. 颗粒构造无强用。先来猜拳。好，我们有拳王吗？拍马啥？帮我养剑好，来，密俊姐，来喽！剑斗山后夫。哎呀，你本历史中合多嘞。六张 B。你口听哦，淀粉量入口内让香豆给爆的程度哦，入口内吗？香豆，谢谢安子。好了，你们应该其他没想讲是 B 啦，那我们就选 A 吧，好不好？到底答案是 A 也是 B 呢？好，答案是 B。Yes。做的做崩包秀该是爆裂种该包秀，颗粒构造和一般的包秀无相容，外表比一般的包秀更有弹性。加热后膨胀后，就会成为崩包秀。原来黑暗的哦，那就懂排泄啦。啊，你仅仅入糖吗？还是一直想着要吃他做的？对啊，总而言之就会。你做的色香味俱全。笨。我说真的一件事，美英姐是不是长得有点像你妈妈？因为木珠安用咪咪眼，对啊，有吗？有像。你看款国店妈妈，她妈妈也是网红哎。真的哦。谢谢。还谢了哦。处理害历史。川阿姨。还有一颗哎。这是我最后一餐吗？没有。应该走主持的最后一餐。连最后一餐都没有。开个限时款。好。等下后先来讲口定为什么？你动摆哦，动用哦。最近动用哎。有个鹹菜乾跟梅頭。跟馬蘭薯，中間配肉呀，跟鹹菜乾。你今天不敢吃安那一块一定有问题。有问题啊？有问题。出柜。食起來哦，又有像那種炸薯條的感覺。有。水我這有嗎？有。天老師。有陣時食嘢叫緊用飯老大講。當菜當麵，肉應該是挺好。小朋友也很喜歡。對。因為馬鈴薯吼本身係冇蠻美味的，它是除了越咬會越甜，澱粉會發揮之外，如果你慢慢吃，還會有那種鹹菜乾，它那種鹹酸的感覺。怎麼會知道？依家係不敢學啦。哦。中間裡面要加個調絲，就調絲加落去的話就無敵嘅啊。我想講哦，第一景運動聰明，因為那個你們上面做的該染哈，因為給火鍋的油啊用，所以它下面做一個調醬啊、蘆筍啊，去給它做清爽大皮哈。對。你幹嘛？你想分你哥哥的好朋友？沒關係。沒關係，又沒關係，因為走主期啊，蓄勢待發了。好啦，咁今日要出料理呢，睇起來要看清楚，最主要嘅呢，老啲條料理當中表現系列客家 mythology，而就係一個有客家性嘅客家料理嘅。
3点下來呢，金行最關面一關挑戰，前一關呢100大家加油咯！馬上來金行比賽。我是太總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聽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最關面一關來到一個料理接力賽啦！許願一下，我希望張博謙。除了第一個，好，那我們就托你之福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為什麼？我們就有養面了呀。啊，很安用嗎？因為你非常不會切啊。我看理事長笑得那麼開心。哎呀，我不能先現款一下，今年我做先看一下嘛，菜。有沒有做出係鳳梨蝦球？我喜歡吃。鳳梨蝦球，我咪凍好食啦，凍好食嘅，然後就你凍袂咗。沒有哦。我計下吼，後背嘅白光就讓佢講，有冇來做？好啦，不顯出啦。好，我抽第一個看看哈。拔貢。哇，心想事成哎！哦。是不是可以先頒獎了嗎？可以先頒給我們了。哎，那個3000塊有納出來的嗎？好，廣義。那我來先動我開。好。1、2、3。哦。耶！第3個，我就是專門也得會給巧克力米粒上去好了。冇問題啦哈。冇問題。太感做得好，做對。這個有先準備好誒哈，馬上就來進行最關面一關挑戰咯。好，我等下時間呢已經等多久誒？總算冇張博謙都壓順風誒，真係拼你了！新一屆嘅主持人分享小智，大家好，我要主客一家之主，你要先練習一下哦，因為給他變參賽者的位置。好啦，最關面一關挑戰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還可以來你看幾下，小幾下哈，小幾下來，下公衣櫃哦，冇打傷哦。原本我係想講吼，做得溜嘅妹啊，看起來好睇質。我記得講吼，我們的擺盤吼有特別設計。鳳梨蝦球哪有人留尾巴的？有啊，然後呢？真嗎？今日講人就飛機起飛啊！哦，張博謙，還記得你上一趴時間有講過，好色的你就會做。係啊。你這麼愛吃鳳梨蝦球，我就看一下你手都用白。你不要第一關時間結束只有拔了。唔係，等一下吼，因為哦，我就看吼，阿基師做過個鳳梨蝦球哦。佢除了該開背之外哦，它還會開肚、切肚、開腸破肚啊！因為哈，就是又都有給蝦貢哈，它會捲得太捲了。我有一個問題，以你的刀工，黑貢又開了背，又開了肚，啊不就對半破了嗎？唔會，它的切向是不一樣的，係冇平庸誒。兩位姐姐，其實唔怕，等下後黑貢整完熟嘅話，切出嚟咩人家就關係，結果掹下啦。水種嘅問題啊！還有哦，因為記得做嘅鳳梨蝦 Q 哦，係味道成個好食，所以還有加牛奶哈。牛奶啊！哦，我唔是窮到哦。我跟你慢慢的切啦，我就先一個人看啦。你哦哈。好，等下勾準了，我們快贏了，因為張博謙處理蝦。我姐姐你這樣切下贏我生意哦。哎，你有冇發現？我們還有不用兩個耶。堅果。哦，水牛記，人家一聽你懂啊，好吃。我看起來你就很養生，對不對？吃素。吃素的啦，重要的啦。吃素，那這樣知道了哈，要加分。加分。OK。呀，貼貼不用弄蛋糕，因為我喜歡美美的啦。可以了，跟他講，因為你鳳梨蝦有兩個顏色，你加下去就會把它色彩整個跳。有道理。還有黑梨耶 ，kiwi， kiwi 擺盤的吧？也是配色，上面點綴一點。哦。嗯，開槍。哦，什麼？他都會用水打過這樣去切啊。哦，真勁哦。會打。哎，你當會切啊？真勁哦。好，我們等一下再回來了哈，等一下再過來。果然還是停留在蝦子的地方。去腸你很重要哦。博謙，你自己在家裡有做鴨牛蝦公嗎？有啊。好，萬天醫生。好，萬一咩萬一？哎，博謙，我發現一件事情蠻嚴重。什麼？你們這一隊隊友幾乎是沒講話。我們是那個。你有確定過給他的不會共發嗎？
会啦哈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金蛋想会讲他会闯哈嘎够，他是闹热打擂台前6强哎。所以你要打，那我问你，你前6强的时候冲那个位系嘛？系闯传统组系嘛？对呀。冲嘛个？水尾闯嘅，该个 Q 系嘛该？水尾冲啊？哪首歌？东东会冲。哎呦，全部懂不会冲。我们刚才有加那个然吗？绕该卵趴。它就该玉米粉、爆香粉。爆香粉。好。给它进吃一下。好。好，来去我们那边喽。哎，该是奇异果系吗？系。那你们刚刚有加那个2种粉哦？就有太白粉。今日用豆米迄表示我等下处理下工的。那你们等一下拿来炸的粉系嘛该粉？呀。地瓜粉。哦。玉米粉。而且你们没有这个吧？那个是小朋友才吃的。巧克力豆，巧克力米。我们都长大了，我们的外面外皮该粉哈，面包粉是不是？地瓜粉，地瓜粉，还介绍错，怎么样？第一次来看到姐姐做菜这个模样，很迷人，很迷人，谢谢。不错，渐入佳境，这潜规则，潜规则。而且你们没有这个吧？那个是小朋友才吃的，巧克力豆，巧克力米。我们都长大了，可以有当想念啊，小朋友喜欢吃啊。对啦，而且呀，哈都好忘里当对时，一般来讲，发起传统地都是一个忘里下叫用嘅忘里罐头，系错。你係用正經嘅忘但是你哈起嘅哈忘里哈好。好，对。先幫你走一下，我先去看一下冷水好嗎？好啊。哦，好，这个来，你们慢慢做。我们进度超前哦。开始。有彩炸吗？有。懂太炸哎。好，炸鸡有点漂亮哎，好像是雪花，30秒哈，一定行。要炸量多啦。老弟都有讲吼，做嘛个会炸2白。塔素啊，而且炸2遍，它可以去那个油，就第2遍温度赖够。油温那边够香哈。而且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到，我们的外面外皮该粉哈是这个面包粉，是不是？地瓜粉，地瓜粉，地瓜粉，还介绍错，地瓜粉。哎，有没有它熟哈？第2遍温度会赖够。有。要炸到酥脆劲风些咯。对。好，那俩POGO 记后咧会做嘛个？炒酱。炒凤梨。凤梨会凤梨会炒过哦。要炒啊。还是要狗油哪一种？不用。哎，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2位厨师。廖翠料理我现在还没吃，我先帮你们唱一首歌。难评万众，真的很难评吧？因为凤梨下 Q 给都难评，而且2家呢，我觉得关键会不会在炸的过程？炸高啥啊？因为口内有调个姜的高啥？清爽味。还有大概咧，姜跟米头。姜的米头。传统嘅做法都是蛋肠用跟美乃滋酱来做嘛，不过 Hellboy 哈，就是后来改良就加个雷梦。就是给它清爽味。可是问题2家都有雷梦啊。我们会加雷梦的皮。我还有加黑梨、kiwi。发现主持人在拉票。哎，这个好多冻姜哦。哎，好。可以吃了吧？还忙呢。好，我们等下当都正来。好。加点口味放加下。先丢一点点进去烤一下哈。好的。哦，赶快吧。那个30秒。等一下民主姐有做嘛个？先捞起讲吗？哎，你等一下应该就调酱嘛。不是，我们这个炸一炸，等一下还要捞起来再调高温。对。颜色才会漂亮。许见到。好，该我了。好，放机哦。好。太极，那个我捞起来，全部呀！哎，该我了，你教我就好了。这个要先捞起来再调高温，对不对？对。给半盆啊，好冇？给6个，你。开始哈。真哟。真的，这是关键哦。许见哦，会把握。好，再调高温。怎么样？第一次来看到姐姐做菜这个模样，很迷人，谢谢。不错，渐入佳境。渐入佳境。那等一下你就该讲哦，你们慢慢调。啊，对哦，要我调酱哎。对啊。一定了。等一下，调高温，我再放下去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1/4。告诫哈，这个时间好像真的要抓的比较准，颜色才会很均匀，有一点金黄色就可以捞起来。金黄色可以了吗？因为捞起来之后，它的余温会继续熟。可以了吗？用做得。其实你可以用筷子动一下。用做得。我觉得
我觉得再等会变小哦。哎，我们的 Q 都懂讲哎，拜托，而且我们该要跟下工的品种还没某 Q 用。那旁边哈就得有风哎哈。耶，好漂亮！哦，等下有挑奖喽。好啊。啊，你的酱你有没有来挑？啊，等一下上过来看你好吗？啊，不要。你问几两啥几都会做。加弄一点点油，等下去拌一下就好。好啊。好，我们跟大家炫耀一下，怎么个嘎干牛奶啊？香啊！就是让它的那个美乃滋的味道，我们当然讲是有那个，不是只有油啊，不是只有油香味。该豆腐它走改虚街的话，我自己家里面有放那个柠檬汁，你们有放一点柠檬汁吗？有哈，就加落去。该电爬该崩力会穷豆吗？会了。我们等一下想要切一点点的那个雷梦皮，够嘞。切雷梦皮吼，一定会注意哦，怎么得切都啪开铺分，安样会浮会。好啊，等一下雷梦皮是告不你哦。好，我们先去听那边怎么冰了。全部都吗？哎，你叫我停哦哈。好，你们点哦，对。你们是做凉拌是吗？不是，拌凤梨下去啊。你叫我停哦哈。好。好，可以了，然后拌一拌。哎，那个班子。雷梦汁去干吗？啊，雷梦最后挤在上面。好，你用一种痛吸吗？好啊。要就痛区啊。原来是这样做。哎呦，看起来好漂亮哦！佩服我自己，你看有没有像是恋爱的感觉？蒙姐说几岁啊？好，可以了。好 ，OK，那个凤梨啊，谢谢。好，把它雷梦呢？雷梦没有沉下去，雷梦最后再挤。哦。哇，哎，玛莎想法做到想到奇异果配色啊！哎呀，理事长哦，理事长可是文化传承的代表。你的天改虚界哦，是俩是丑。对呀，尤其顺了那个动哦。而且我们的配色你们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还有除了跟巧克力以外呢，还有跟安果。好，加加我倒数了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等下就会来试看吼，倒台吼，马上系今日的台中府咧。哇！好，那个凤梨下球呢，太年色质都好色，而且很快哈。两家做的就是懂像那种后菜头。对啊，这都懂讲哎。你们是去哪个餐厅搬来的吗？没有啦，连他度后会凤梨太最的时间啦。先从我们红队开始吃好不好？好。凤梨还有个奇异果。还有梨。这个虾仁怎么谁剖的那么好啊？哎呦，马上即刻卡修一下。我现是哈金。好绵密的味道。真紧张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下广东就很多调用哎，还在跳一样。对呀，周省长买的呢。周省长买的。是那个凤梨虾球吼，最痒吼，就是它那种会有腻味，哎，不过很清爽哦。又酸甜。有酸甜酸甜哈。大家清一清口舌的味道，两下闻一下冷水哦。请记住我们这一份美好。那就糖果吼，又不用爱腰果，还有不用爱蔓越莓。它就不用跟牛奶，有放一点牛奶哦。因为这个下工黑张伯先处理耶，我怕味道会变。请我吃，来抢还是？哦，冻香哦。粉毛姜姜，我会粉的毛姜姜。那这个皮吼，狗该粉哦，好喷。所以不但讲就是哈金来梅西哦，它那个口感还有加上那个脆皮。可是有一点张伯坚手的味道，那一定是加分的啦，对不对，理事长？而且上厕所都不洗手。绿植中黑猫，他点头如捣蒜。哦，紧运动好险！哎，韩语哈金哦，抬高走列咯。看看你的肚子，腰间肉。我切这么多个，很累。对。好，我觉得凤梨虾球真的是有一些困难，有一些困难品，我们就唱那首歌了。我们就看外形好了。你说主持人的外形吗？我看你的外形。好，虽然讲都难评，不过呢，上到几件事情就没搞本力啦，来搞本师傅，提前呢先向我们的阿志师傅抢本分数。耶！
分了。其實擺攞度係都個節目，果然識相來。好，看下李志六李師傅，你也倒戈，我们赢了。講一下林師傅。用豆干料理呢，这样摆设啊，非常像这个翻江西盖料理，清火坤，它 Q 炸的时候那个温度比较刚好，其实豆妈亲有弹性啊。你真的很懂哦。先拜码头，你懂潜规则哦。妈亲太炸坑，不过你们的温度是真的有拉好了，可是我们明明每就跑200啊，我们第一遍也好带稳哦，停100也好够稳。那要看谁跑的啊。可能改下把光摸问清楚啦。问一下李師傅咧。兩邊擺盤都老用心啊！一邊咧下講就是像個林師傅講，油炸嘅油溫又來到，我帶落去都細下就較油大。你看它已經翹腳了。給它彈性會較好。一邊其實一開始給炸咖裡面有炸到，但是給後尾做乜溫軟的，因為它你有去過熱，你可以放個過熱是可以過的，但是你給過跳久的。大火快攪一下。就可以了，就等於個你所有嘅東西都好嘅，下講就當下熱。兩個粉呢就唔會生油啊，你냠黏。卡之後好夾掉，就它就不會讓你綿綿安用。應該係張博建議可以4S界的。對啦。我助理後。8公。啊，今日衛生呢，雖然講呢類是正常，不過呢，兩組都表現到10分的戰鬥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的加菜券，恭喜！好。恭喜一下吼，咱水得到2吼，2紅吼，哦呦，木纖維砧板哦，2炸圈送分給2炸。然後永遠唔會長股誒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先來睇一下玉珍姐，同大家分享一下人家來參加嘅心得。請什麼？安尼一家之主嘅製作團隊，我感覺安尼嘅一家之主嘅飲食文化做到真好。安尼嘅飲食文化，除了飲食文化，還很多文化都嚟做，真好啦，什麼？先我知道睇下分享一下。真感謝哈，有呢個機會來參加呢個烹飪比賽啊哈！今日來呢邊，我覺得個真快樂。學到真嗰種誒，真多漂亮嘅菜嘅，尤其師傅啊、老師教嘅菜，我係咪學到學起來，收穫滿滿，真歡喜，感謝感謝。恭喜恭喜！好啦，今日嘅比賽呢，講正經嘅吼，太清人拿出隔壁嘅本店最有福氣嘅就係愛老張伯清還有師傅啦。對啊，是熊寶的哦。這個等一下先講一下，留一半給我哈。文傑好。你已經吃一半了。直接講好啊，對不對？人家走動猴哈，我們就是一點點的差別，誰叫他們太強了啦？沒關係。今日我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就蠻感想嗎？係即教學我見邊個講咧，一家之主，我也到學習，都感謝兩個主持人，韓國兩個師傅，師母睇即家。那最後美珍姐，讓大家講一下，就蠻個心得咧。今日有咧機會咧參加比賽，我每邊喺下緊張。直接擺嘛哈。係，我又學前多，第個又慢先習，習喺係我每做，我度嘅狂魔用心，係咪我啲咧？辛苦大家。美珍姐哦，去做料理，我們很細心哦。從來蓋好切個蝦筋嘅開背嘅，他是一講我打直，讓我想到我媽媽對我的口吻。很有親切感，哎呦！好啦，非常感謝今日2組搶下來啊，特別表現人嘅廚藝，Andy 就最有實力哦。然後看到佢時尚吼，做菜嘅細節哦，很有很用嘅笑容哦，是為啲吼，做菜就是按用動歡喜嘅事情哦。假使很有馬英吼，動上嘅做菜，動好做菜，家都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呢就等睇次家搶下來到節目當中搶下來學習，一家之主，Andy 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